這三位得主分別是魔導國小的王之庭、愛宕國小的洪月恩，甲着文王國小的張馨予。因分別以着別讓愛成為遺忘的街角，愛他就不要棄養，甲着領養代替購買等理念得到了得優。就是畫了2隻貓跟2張照片。2張照片就是在講說他跟他之前的主人的快樂的時光，旁邊是他在路邊，就是路邊的地板跟垃圾堆在一起的情形，希望他們不要成為遺忘的街角。是來自於那隻狗狗，因為它每次晚上都會陪我睡覺，出去也是跟我形影不離。然後我每次跟他做事的時候，都一定會帶上他。我覺得浪浪需要被我們關懷和保護，所以我畫了2隻貓，一隻是原本主人就有養的，另外一隻是主人從地板撿來的貓。中間畫的愛心是表達他們的相愛與愛護。希望透過孩子從他們最親近的身旁的寵物開始關懷，那培養他們一個責任感、同理心，那尊重生命的這樣子的議題，來做一個出發點。那希望孩子用他們的視角來認識這樣子的一個世界，那也對自己培養責任感。市府教育局辦理115年度生命教育浪浪語錄創意圖卡的甄選，今年以着領養代替購買，客家多功能教育園區，甲着現代動物賣放生等創作的主題，透過藝術創作結合生命的教育，未來會將優秀的作品融入於校園的宣導所在，提供各校融入課程，甲着班級來運用。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。